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療的第93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93天，同時也是哈梅内二穆杰塔巴音信全無、人間蒸發的第93天。在這個第93天，基本上可以看出美國和伊朗，也就是特朗普和伊朗毛拉政權的鬥爭，似乎他拉鋸式的談判突然倒向了特朗普。為什麼這麼說呢？也就是特朗普精準的捏住了伊朗的命門。雖然我不敢說現在美國或者特朗普大獲全勝，截止到現在，但是應該說是勝利在望。為什麼這麼說？應該說特朗普他還是有更多的信息渠道來源。在談判的最後關頭，他居然臨門一腳的時候提高了價碼。大家都知道，美國和伊朗的談判，這個叫諒解備忘錄，實際上雙方博弈什麼？特朗普也知道，特朗普自己多次說了，這伊朗人想利用的就是美國的中期選舉，通過這個遏制霍爾木茲海峽油價上漲，然後導致美國通脹，不利於特朗普，不利於共和黨的中期選舉。遠一點，如果油價再上漲，這個會導致美國民怨沸騰，這是對美國不利的地方，這咱們以前都說過。對伊朗不利的地方，就是伊朗它國內的民不聊生，伊朗政權面臨着崩潰。現在就雙方看誰先扛不住，這麼一個博弈。特朗普對吧，早就說了，我不在乎中期選舉，美伊談判不影響中期選舉。看着特朗普不是吹的，如果為了中期選舉，他美伊諒解備忘錄框架協議恐怕就要簽了。但是這個臨門一腳他就不簽，完了之後他加了3個必須，當然恐怕裡面細節到現在誰都不知道，3個必須的不止。我看有媒體報道裡面還增加了，也就是說美伊諒解備忘錄裡面不包含什麼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的打擊，也就是那邊人以色列停火不停火不影響美國和伊朗。對伊朗來說，關鍵的時候特朗普提高了價碼。特朗普一再聲稱，這個諒解備忘錄裡面你就得答應濃縮鈾怎麼處理。在這一切解決完之前，別想着美國解凍資金解除封鎖。所以你看，特朗普關鍵的時候又提出了更苛刻的談判條件。是什麼原因導致特朗普這麼幹呢？實際上特朗普已經知道伊朗內部政權有崩潰的徵兆，所以你看今天晚上就劈天蓋地的傳言出來了，但是這些都是傳言，我也不敢肯定。伊朗的總統佩澤西奇扬要辭職。我看了一下，首先報道的是福克斯新聞，福克斯新聞報道，他說這個伊朗總統馬蘇德佩澤西奇扬已提出辭職，理由是現行權力體系下決策權高度集中，政府在重大事務上被邊緣化，使其難以有效履職。當然這個已經不是佩澤西奇揚第一次提辭職了，或者傳言。那美國伊朗交戰以來，這個應該是佩澤西奇揚第3次傳言辭職，無風不起浪，對吧？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這個東大的網友是最熟悉的。何況這樣的謠言又不是一次，是吧？多次狼來了，最後狼真的就來了。而且這個也符合大家的判斷。我從2月28號之後我就說了，伊朗內部就是群龍無首，內鬥。如果大家不能想象、難以理解，你就可以看一下東漢末年三國是什麼個狀態。伊朗現在就是那個狀態，一點都不誇張。這個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他說伊朗否認總統辭職謠言。5月31日，伊朗總統府的官員否認有關總統佩澤西奇揚已向最高領袖穆杰塔巴提出辭職的傳聞，稱相關說法係部分境外媒體散布謠言。穆杰塔巴儀說，佩澤西奇揚將繼續履職，不會停止為伊朗人民服務，並強調伊朗會始終堅守團結之路。他補充說，那些企圖破壞伊朗國內團結的人終將枉費心機。同日，佩澤西奇揚也在社交媒體平台發文說，國家當前面臨着諸多挑戰，克服困難離不開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和支持。政府有責任向民眾如實說明國家面臨的問題和現實情況，以推動全社會共同參與解決問題。佩澤西奇揚還說，面對困難和挑戰，伊朗需要進一步加強社會團結與協作。總統府的新聞發言人叫塔巴儀，他否認了佩澤西奇揚辭職傳聞，但是佩澤西奇揚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發的這些東西，恰恰說明他是以退為進，有逼宮的意思。你看他說，國家當前面臨諸多挑戰，克服困難離不開
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和支持。什麼意思啊？這個話要怎麼理解啊？他要團結社會上能團結的力量，一起來做這事。怎麼做？說白了，這不就是要對抗衛隊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現在這個佩泽西牆就是《紅樓夢》裡面的王熙鳳，面對這麼大一個家庭，沒有收入啊，沒錢，大家都跟他要錢，怎麼辦？都跟他要錢，完了上面老爺不給他放權，你說他怎麼办？所以他說這些含糊不清的話，那意思就是號召大家你們得支持我，他要团結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也就是你們都要支持我，我才有权利，否则我能幹啥？這總統本来就没權利，卫队這個不同意，這個不行那不行。你看佩泽西牆說，他說政府有責任向民眾如實說明國家面臨的問題和現實情況，以推動全社會共同參與解決問題。這說明傳言啊，這不叫傳言，這就是佩澤西牆本人已經承認了，他很有可能已經向這個莫杰塔巴提交了辞呈，只是莫杰塔巴可能不同意。那佩泽西墙就是以退为进，现在这么多人跟我要钱，都要发工资，我从哪兒領錢？佩澤西牆說了，不要打周邊的王爺國，咱們跟美國對抗歸跟美國對抗，跟以色列對抗，但你周邊不能搞亂，你周邊還得大家一起。結果衛隊把周邊都炸一遍。這佩澤西牆出來道歉，說我們前面打錯了，後面不打了。結果沒多長時間，佩澤西牆又出來收回他，還要打。你就知道，實際上佩澤西牆實際上跟這個強硬派沒辦法，水火不容，沒辦法共事。昨天有媒體報道說，工人和退休人員在伊朗西南部抗議工資。周日，市政工人和社會保障退休人員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舒什舉行抗議活動，抗議未支付工資和惡化的生活條件。市政工人說，他們被拖欠了2個月的工資和幾個月的保險金，而退休人員則抗議貧困、通貨膨脹、低養老金以及缺乏醫療和福利服務。抗議活動發生在胡奇斯坦省的庫屬中。這個新聞我想應該是屬實。為什麼？印度的版本，就是印度的網友應該感同身受。印度還沒打仗，對不對？印度的清潔工就發不出工資，這不就市政人員嗎？清潔工就是市政人員。你看印度沒打仗，印度的清潔工發不出工資，印度的是不是退休養老金低啊？印度的農民100多塊錢，印度這個公務員拖欠薪的也很多。印度還沒打仗，那朗子是被先炸了3個月，不對，先炸了40天，完了之後一個對他進行封鎖，一滴油都賣不掉。那你說朗子現在日子能過得下去嗎？他本來就日子過不下去。從去年年底，老百姓就開始抗議，後來又遭到美國和以色列混合治療，現在又給他屁眼縫上了。這個油是一滴都賣不出去啊，港口被封鎖，那你說他這個國內惡化到什麼程度？完全可以理解。那在這種情況下，佩澤西牆，你說他怎麼辦？大家都把手伸向佩澤西牆，要他解決問題啊，衛隊要發工資啊。這個美國的財政貝森特他說，伊朗人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攻擊他們的海灣合作委員會鄰國，也就是我說的，就是攻擊那些王爺國家，也就是他們在海灣的鄰國。他說，因為我們有很多非常好的盟友，他說他們可能之前對我們對美國並不完全透明。他說，比如伊朗資金存放在他們銀行系統裡的情況，但突然之間這些盟友變得非常配合，願意交出賬戶信息，或者幫助我們凍結賬戶。它原因就是衛隊開始亂打一氣，把周邊的王爺國全得罪了。你打人家，本來人家是跟美國之間是什麼意思？若即若離，也就是美國財政部要制裁伊朗，凍結伊朗的資金，這些國家把明面上的容易暴露的都交給美國了制裁，但是還有很多千絲萬縷的跟伊朗資金相關的這些在水面下面的人家都不交，這個大家都能理解是吧？也就是他不是100%的配合美國。結果這一下，這些國家被伊朗衛隊一炸之後，這些國家一怒之下，把他們能掌握的伊朗在他們國家的這些資金，統統的線索都給了美國。那美國財政部一一對他們進行封鎖凍結，連伊朗的比特幣是吧？那叫什麼加密貨幣都被美國給凍結了10個億。加密貨幣，所以這一點我對加密貨幣沒有研究，我也不對這個不感興趣。這既然是加密貨幣的，說它是安全的、去中心化，跟政府沒關係。那怎麼每次美國一查一個準？大國的是吧？大國好的罪犯不是通過加密貨幣洗錢嗎？不都被人凍結了嗎？東南亞什麼陳志是吧？
還有一個什麼跑到英國的一個錢什麼的，姓錢那個女的，那加密货幣都多少亿，人家一动一個準儿，那不都是去中心化嗎？說这个政府拿他沒辙的嗎？你看看這一次朗子的10個億加密貨幣，這是貝森特自己說的，10億美元被他凍結了。這從這一點說明這個加密貨幣，反正得打個大大的問號。那到底加密不加密？這個貝森特說，他說很多人驚訝市場在壞消息下上漲。他說，但我掌握的信息不對稱，我知道伊朗的導彈工廠10之8九已被摧毀，一半軍人拿不到軍饷。這是貝森特說的，說伊朗的軍人一半的人拿不到工資。媒體報道讓我們像要輸了，實則我們是壓倒性勝利，所以我並不驚訝。就貝森特說，伊朗的這個衛隊有一半人發不出工資了。我覺得有可能，這個衛隊一半人發不出工資，我覺得這個恐怕有點誇大。目前，但是伊朗普通的公務員、普通的老百姓發不出工資，這完全有可能。現在正因為這個時候的，所以特朗普一看是朗子扛不住了，他立馬就提高這個要價，提高這談判條件。誰扛不住，對吧？這特朗普就加碼了。你看，傳出這個佩澤西江辭職，而且貝森特說了，美國財政部正在禁止與伊朗就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過境達成任何協議，即使這些協議不涉及現金支付。這個貝森特還說，他說伊朗戰爭以前，伊朗高層幾十個人，就那麼金字塔塔尖的那幾十個人，說每個月都要瓜分4到5億美元的伊朗國家收入，就是塔尖上幾十個人。但是這幾十個人現在大部分被特朗普送走了，所以有很多道德表，有很多談判還在咒罵特朗普。沒有必要，這幾十個人已經被送走了。這貝森特說，伊朗高層的這幾十個人呢，每個月要瓜分4到5億美元的伊朗國家收入，揣進自己的口袋。現在伊朗有近一半的軍人發不出工資，通貨膨脹4-5倍。伊朗毛拉政權金字塔塔尖的那些人，把這個每個月4-5億美元的揣到自己口袋不算多，對吧？這跟印度比起來，那不是小巫見大巫嗎？這是貝森特說的，所以我們應該知道伊朗現在國內部是什麼個情況。我們結合《三國演義》東漢末年，再結合什麼？結合印度，印度那也是經濟強國，他沒打仗的都已經現在都成這樣了。那你說朗子被打了，完了之後被封鎖，他能好得了嗎？所以我們想象佩澤西吉揚，雖然他的總統府闢謠說他沒有辭職，這是謠言。但是我們通過佩澤西江本人在社交媒體上發的這些話，他向伊朗老百姓喊話，向伊朗社會各界人士喊話，就大家一起要團結，要對付強硬派這個衛隊。你穿西裝的，你搞什麼改革，那衛隊都不同意。那你說你讓佩澤西江怎麼解決？從哪兒找錢給大家發工資？美國和伊朗打仗以來，我們在節目裡面說過很多回，董事長和總經理之間，他天然就是矛盾的。美國他這個政權比較奇怪，美國這個政權他董事長總經理就是一個人，反正就是特朗普一個人說了算，反而好。你戰爭部長什麼國務卿，反正都是聽這個特朗普的。你特朗普不高興讓你走，這沒有說讓這個貝森特負責幹啥，貝森特就是財政部長。你看美國這個政治架構裡面，他沒有總經理這個職務，他就是個董事長，董事長跟總經理合到一起了。美國老百姓相信特朗普，所以特朗普全权負責，就你一個人說了算。你願意把你女婿派到前線，派到什麼伊朗，派到以色列，那你就派。你委任你女婿做什麼，委任你這個親家做什麼特使都行，隨便，反正選的是你，全相信你。其他的政權不一樣，董事長和總經理之間一定是打架的，因為董事長他就負責政治正確，喊口號，反正餓也餓不着他。這個總經理是負責柴米油鹽醬醋茶，負責錢。你得給大家把錢找到，如果大家嘴上喊口號，如果口袋裡沒錢，他馬上就會罵你總經理。這個穆希塔巴就是董事長，對吧？或者是名義上董事長。這佩澤西吉揚實際上就是個總經理，不要看他是總統，他是個總經理，他是負責找錢的，發展，給大家發工資，負責 GDP， 負責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穆希塔巴負責硬，負責強硬。總之，伊朗內部肉眼可見，恐怕堅持不了多長時間就要亂。佩澤西吉揚前一陣子要放開互聯網，就跟國際接網，這個聯網，因為伊朗現在國內經濟一塌糊塗的，結果就是聯網都遭到了衛隊強硬派的阻撓。現在人家還在法院
這告佩泽西獎也是寸步難行。伊朗以前靠賣石油，靠石油出口賣給某些国家，好歹還有三瓜两枣，還有一些錢進來，還能維持。現在石油是一點都沒了，你說怎麼辦？所以跟特朗普談判是唯一的辦法。2個事情，一個是特朗普解除对伊朗的封鎖，讓伊朗能賣油，賣了油，他就錢就進來了，就能緩解。這第二個，光賣油還來不及啊，對吧？那一船一船的賣，再支付，對不對？要時間是吧？就是你把油你從海上運到某大國，得開10來天，对不对？完了之後再付錢，這玩意還是慢。所以希望美國解冻資金，你把那一凍結資金一解除，那他錢馬上就到站，馬上他就有了緩过來了。所以特朗普现在賊了，前面談了半天，現在特朗普要求你這個錢1毛都不給，你所有的都達到了才給你解凍，才把你的資金解凍了，給你錢。什麼3000億，那個是畫大餅，那個是發展基金。所以特朗普還玩起了文字遊戲。特朗普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說我不僅要求伊朗不研發核武器，我還不准他擁有核武器。什麼意思呢？你就伊朗從外面買核武器，買核技術，什麼採購什麼搞一個核彈頭來，那也不行。就是你伊朗不能擁有核武器，那管你是自己研發的還是買的，都不能有。特朗普說：“你看，我比奧巴馬高明。”這個佩泽西獎在5月31日遞交的辭呈中強調，總統和政府實際上已被排除在國家重大決策過程之外，由此造成了權力真空，使得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內部的派系得以掌控國家大局。這不就相當於董卓進了洛陽是吧？那不就董卓掌握了國家大局嗎？佩澤西獎補充說，在這種情況下，他無法管理政府並履行其法律職責，因此請求立即辭職。這個特朗普繼續對這個 CNN 還有所謂的假新聞媒體開展了炮轟。特朗普在他的帖子裡面寫，他說假新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今天又老調重彈，稱我的伊朗核協議並未涉及核問題，而實際上協議明確寫明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協議還用極其詳盡的篇幅討論了核問題的各個方面。事實上，協議大部分內容都在談這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當天早些時候報道說，特朗普已將協議修改意見返給伊朗。報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話稱，這些修改意見並非實質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問題和霍爾木茲海峽重開問題上獲得保證。報道還稱，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談判框架下，不會討論核計劃的細節。特朗普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他說，伊朗最大的優勢就是假新聞媒體。他說，伊朗處境非常糟糕，他們沒有軍隊，他們有的只是花言巧語，還有一群假新聞媒體。他說，這對我們國家來說太糟糕了。你明明在一場戰役中大獲全勝，他們卻說你輸了。你明明摧毀了他們整個海軍，他們卻說他們的海軍表現出色。你知道，要想真正偉大，你需要公正的媒体，而我們現在沒有公正的媒體。當然了，我認為 CNN、華爾街日報這些媒體的監督之下，特朗普才能不偏離方向，才能讓所謂的諒解備忘錄才能公開透明，基本上叫盡可能的公開透明，不會陷入暗箱操作。如果美國的媒体对吧，一邊倒的都在肯定特朗普，給特朗普鼓掌叫好，那這也不是什麼好事。所以說 CNN、華盛頓郵報等等，華爾街日報專挑特朗普的這個短處，哪壺不開接哪壺，這是對的，對吧？這是監督的一部分呢，這是他的權利啊。這個紐約時報指出，特朗普試圖將伊朗戰爭描繪成幾乎結束且取得完全成功的局面，但他說辭與現實不符。多年來，他一直強加自己的版本，現在卻面臨與其說辭相矛盾的危機。說這充其量伊朗只是發生了領導層變更，但戰爭支持者將其描述為積極轉變是錯誤的。我們再看看伊朗這邊什麼個態度。首先是伊朗的外長阿拉格齊，他說相關談判與信息溝通仍在進行中，在取得明確結果前暫無法做出評判。談判結果明確前，一切都是猜測。5月31日晚，阿拉格齊在採訪中表示，當前有關對美談判進展的討論都屬於猜測，在談判取得明確結果前，不應對相關進程做出判斷。阿拉格齊說，伊朗與美國的對話和信息交換仍在進行中，
當前流傳的各種說法，大多屬於猜測性質，在事情最終確定之前，不應對此賦予過多重要性。說明伊朗人現在越來越務實了，也是面對特朗普的臨時跳架，是吧？沒有說不談了，把協議鏈接備忘錄給撕了，還正在談，說明什麼？伊朗人從剛開始的否認談判，是吧？這是謠言，是特朗普在那兒釋放的謠言，到現在也在孜孜不倦的跟特朗普在談判，一輪又一輪，這個協議改來改去的。現在特朗普臨時加價，伊朗人也在認真的談，說明什麼？說明這一切的都是確實伊朗這邊宣傳很厲害，在很多媒體的宣傳之下，特朗普已經輸了，特朗普已經受不了了。實際上你要看看客觀事實，那就實際上是伊朗人受不了了。你說特朗普這個做法惡心不惡心吧？馬上就要達成協議了，臨門一腳，特朗普突然要加價，加了價，伊朗人也沒撕破臉，沒有翻臉說不談了。既然伊朗取得了勝利，伊朗着急談什麼呢？有什麼好談的？居然臨時加價，這不就是不講武德嗎？这朗子還要談，說明什麼？誰要談誰着急。但是就這麼個局面，確實被很多媒體居然渲染成特朗普已經輸了，確實很有意思。如果說伊朗真的是處在上風，伊朗已經卡得美國人受不了了，卡得特朗普中期選舉的失敗了，那伊朗這個時候就正好趁機，是你特朗普不講信譽，我跟你還有什麼好談的？不談了。結果特朗普一邊談判一邊威脅說，當前美伊已接近達成一份很好的協議，我們會得到一份更好的協議，這本當更快才對。但同時特朗普表示，如果無法達成協議，他會要求戰爭部介入，也就是動武，大鐵錘又舉起來了。通過簽署協議，我們能夠確保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確保伊朗沒有核武器。伊朗革命衛隊叫政治事務官員，就是負責宣傳的，說他說我們與美國的談判是在實力地位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設定條件並強加給他們，也就是說伊朗設定條件強加給特朗普，讓特朗普認可。這個還真能吹。伊朗伊斯蘭國會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伊布拉辛·阿齐茲向卫星通讯社表示，我方認為我們是這場對抗的贏家，伊朗在這場戰爭中取得了勝利，而不應該對勝利者提條件，也不應告知勝利者該做什麼，勝利的一方不應該被當作失敗者對待。也就是说，伊朗取得勝利了，是伊朗給美國開條件，讓美國來接受，而不是美國給伊朗開條件，讓伊朗接受。這就是煮熟的鴨子嘴硬。伊朗的議長卡里巴夫說，他說在這場戰爭的新階段，敵人企圖通過施加經濟壓力和發動媒體攻勢制造分裂，並破壞國家的凝聚力，以此來彌補其在軍事上的敗績，並迫使我們投降。這簡直是痴心妄想。伊朗這一偉大且創造歷史的民族深知，他們今日正置身於一個敏感而具有歷史意義的關鍵時刻，一個令後世子孫羨慕不已的時刻。他們正奮起抵抗一個嗜血成性、殺戮無度的敵人，一個誓要摧毀伊朗和伊斯蘭教的敵人。正是為了讓未來伊朗子孫能夠為他們的父輩和母輩感到自豪，是為那幾十個家庭感到自豪。那幾十個家庭每個月分4到5億美金的那個家庭感到自豪，其他的伊朗民眾活得比牛馬還慘，有什麼自豪的呢？在這場戰爭中贏得勝利的最關鍵要素便是凝聚力與團結。除了前線將士的軍事力量之外，促使敵人節節敗退的另一大因素，正是人民的堅定意志以及他們在面對殘暴敵人時所展現的團結精神。這一勝利的秘訣，我們必須堅守不移。這卡里巴夫顯然還想在這位置上拼一拼，還有所為有所圖。現在就是特朗普逼伊朗就範，也就无核，沒有核武器，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等等。這一切達到之前，別想着釋放1分錢資金。而且可以肯定特朗普往後價碼只會越來越高。等到你伊朗接受了特朗普這3個必須，你以為特朗普會馬上就簽嗎？特朗普到時候再會臨時加價。所以我剛才說了，現在還不能說美國大獲全勝，但是在這場博弈中，伊朗已經扛不住了。
本來是指望着美國崩溃，是吧？美国的油價飆升，但是到现在为止，资本市场它并没有害怕，这个油价還沒到100，對不對？還在90多啊。你到150美元一桶，那個時候才會引起恐慌。到了200，那美國才有可能導致崩盤。你現在還在90多啊，是吧？連150這個警戒線還沒到，就我應該10幾年前是不是就到過150啊？所以這個也讓很多川黑很失望。再堅持下去，伊朗說不定內部先亂。佩澤西奇安現在是第2次或者第3次傳言辭職，我想事不過3吧。下一次再傳言恐怕就是真的了，真辭職，那麼整個伊朗恐怕就要陷入動盪。而且在這個裡面還不要忘了以色列，有媒體報道，是以色列媒體報道，伊朗革命衛隊將軍瓦希德·哈坎昨晚在德黑蘭被摩薩德暗殺。這個哈坎啊，負責伊朗廣播電視組織與伊朗武裝部隊哈塔姆安比亞中央司令部，伊朗最高聯合軍事作戰指揮機構，專門負責統一協調伊朗正規軍與伊朗革命衛隊的重大軍事行動之間的衛星合同。這是4月停火協議開始以來，伊朗發生的首起此類事件，也就是以色列的特工又開始行動了，按照名單，按照撲克牌，一個一個的清除衛隊。好，我們繼續密切關注這一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